大家不太一样。传道来读第6章第9节到第13节。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的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陷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好，这段话就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。主导文不是主的祷告哦，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。因为主的祷告他要在后面，在他遇到人生，我们会讲他人生有一个重要的使命。我们这样讲好吗？是他的命定吗？就是他活着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活的。我不知道你人生中有没有找到你的那个命定，或者是你的那个任务了。如果有，那么我要恭喜你，因为你会活得很有意义。纵使你有困难，纵使你很累，你都只会觉得辛苦，不会觉得痛苦。你有这种起劲过吗？你对什么事情很起劲？我想这就有一点对了。那么你会说，传道有太多的情况，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让我起劲，因为我有起劲的很多事我也有很多都不起劲的，到现在还没有一样是起劲的。没关系，这是一个过程，我们要持续来学习。好，那我们这段经文是主导文，我们的计划是我们上一次我们会不一定逐句，但是我们有一个这个结构。我们上一次讲到就是我俩什么关系就是在讲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在讲我们在天上父是说，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跟这一位祷告的是什么关系？你会说，传道，我跟那个比我更大的那个力量来祷告。你们知道比我们更大的力量是什么？可以让你知道许多的能量。好，你很需要它，你吹风机你需要它，你电脑你没有它，或手机你没有它，你会哇哇叫，因为你没有力量的。那是什么？你会赶快要去跟它连接，那是2个口，不是我的鼻孔。那是什么？插头。那个插头的力量多大？超大，可以成就很多事可以煮饭，可以怎样打果汁机，还可以看电视，还可以上网，还可以让你跟很远方的那个安拉达连接，力量够大了。但我们上次有讲，这一位力量很大的，他绝对不是主，因为他没有位格。这一位力量那么大的，绝对不会听你的祷告。你试试看，你都不要付电费，这一位有用吗？这个比你更大的能力绝对没有用。那么哪一位呢？跟你连结更大，而连结的这个更大的是对你知道，对你有善意的，是对你好的。那我们称他是天上的父。拜托你们如果对父亲的形象觉得说父卖公义有义过了去，我们的这一位父是完全好吗？而且我们这一位父也像我一样，我上次有讲，因为父亲的形象，他有女性的形象，他也有男性的坚强勇气，他更有母性，他的温柔可以成为你的安慰跟滋养。这一位父在哪里？在天上。这一位父在天上，所以很远吗？不，你会发现你呼叫他的时候，父啊，你就马上进入一种状态哦。你不相信，你呼叫看看。当你很难过，当你觉得孤单的时候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当你只要呼叫，你用真实，你来呼叫这一位神，阿爸父啊，主啊，救我，你就进入一种状态，是你不知道，你摸不到，你看不见，但传道跟你保证它存在，他已经听见你，而且他是为了你好，要成就
为了你好，不止现在，更是未来，因为他知道你的未来会如何。这位父是爱你，是慈爱的。这位父不是高高在上，甚至是在你的心里。你会感觉主啊，对，你就在我心里。这位父也不止在心里而已，请你不要把他拉到太近。你每次求的时候，主啊，只要这一点，只要这次应验就好了。主啊，只要成就这件事情就好了，只要让那个男生看我一眼就好了。上帝的心意没有这么小，上帝的心意在天上，所以请你不要把他拉到，是他在心里，但是你不要常常把他祷告小了，把这个神祷告小了，好吗？他在天上的。在天上，他看得比你更远，他更知道你的未来，甚至更知道你的内心，更知道你旁边坐的这个人，是不是你未来关键的这一位，是不是你神所预定给你的这一位伴侣。我们常常在找伴侣的时候，希望能够合神心意的配偶。今天我们会讲到，什么叫做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很希望我们所做的都能合神心意，特别是在找男女朋友的时候，要找结婚对象的时候。我想不止这样，小到很小的事情，我们都希望能够合神心意，因为合神心意是让你的人生是精彩，而且让你的人生活的是有意义，让你知道为什么而活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我前情摘要就讲这一位天上的父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既然知道这一位父是爱我们，而且大有全能，是信实的，他不会变卦，而且他在乎你。可是如果一个在乎你的人，你都没有全能，有用吗？有一个人他很在乎你，他很爱你，但他没有能力，有用吗？你说你很爱我，你很在乎我，可是我要一直吃得饱，你就没办法让我吃得饱。我们这一位父，他能够让你的心，你常常觉得，怎么总觉得，到底缺了什么？早上起来就觉得很闷，很忧，不是很优质的忧。就很忧愁，就是不想起来，就是很没有劲。这一位神他知道，而且他有能力，这才是重要的。他若只在乎，他还不能称为是这一位完全的神，他还有权利，他可以介入你的生命，他可以为你带领前一条路。那么他就要来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祷告呢？那我们要愿你的名为圣，然后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怎样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有3个愿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很快速来讲这3个愿。虽然这一个愿都可以成为一个论文的题目，但我们可以陆陆续续，今年度我们都会开始来讲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样来讲呢？传到这边呢，就有更多一个例子。你们有没有看过《王牌天神》？有嘛哈？这个男主角超搞笑的，他叫做金凯瑞嘛哈。我很喜欢看他的电影，因为每次看了以后都笑到这个可以有减重的效果，因为这边会运动，这样会一直动哈。好，有一次呢，他的这个故事是在这样讲说，他这个人很衰啦哈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都衰爆，一连衰事连连。于是他呢就怪怎样？他就怪说上帝，上帝啊，你也好好做你分内做的事情好不好？好，我做人我很认真的做，但是我越认真我就越衰。你可不可以好好做你的上帝呀？我们这位上帝，我上次讲，我们这位上帝是有位格的，在这里要讲，有位格是什么？他不会高高在上，你求刚刚那求我也不回应你，反正我就定义这样做啊，怎样？我比你大，我在天上，我是神啊，你是人啊，怎样？亲爱的，我们这位神是有位格，有位格就是他在乎你的感受，他也有能力。所以这个故事很妙的是，上帝就说：“好吧，你既然埋怨我呢，上帝没做好分内做的事，看起来呢，
你好像对做上帝很在行的样子，好，就给你来做做看。这个男主角呢，他就真的做了上帝。他做了上帝以后，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如果让你们做上帝，你们会想要做什么事 ？Yes， 就是你们想的，所有祈求的事情，通通应验。不是只有我名字叫应验，你们都很希望叫做应验，对不对？哈，等一下我会讲我的名字的这个见证。所以他就回顾了，他太忙，他做上帝，哇，忙到他一做上帝发现说，祈求这么多，我怎么一一回顾啊？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属性。你再怎么小声、有声没声的祷告，神都听见，而且他会客制化。客制化的意思是什么？你有什么需要，他就按照你的需要来为你定做，而且是为了你好，为了将来，不是现在而已。只有现在不准，你会快快不乐。一个快乐是快快不乐，喜乐呢是让你纵使在未来遇到困难，你都知道你有盼望，因为你的目标离目标越来越近，离神要给你的那个使命跟任务越来越近。好，他就回顾所有的祷告，他回顾什么 ？Yes， 哇，够好吧？你心里所想的祷告，上帝都回顾 Yes。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灾难。从哪里知道呢？你们可以去看这个电影啊，我不是推荐啊，这个没有置入性行销啊哈。你知道吗？从哪一件事情就知道，只要回顾所有的祈祷都 yes， 它就会灾难呢。因为呢，在美国的地方，每个人都去买了让你很乐透的乐透。当你每个人都买乐透，不希望得奖的举手。有人在拿手吗？如果你不想得奖中奖，你就不会去买乐透吧？有人是纯做公益的，那我就佩服你。如果你真的纯做公益，那么你交给传道，传道可以帮你去奉献、去捐献。大家心里多少会想要试试看手气了。这一期呢，这个金凯瑞呢当了上帝以后，他把美国的这一次的乐透全部按 yes， 全部人都得奖，结果怎么样？每个人平均只有得到多少钱？17.5块。那么这些得主很火大，很不4个大叉叉，大叉有4个叉，那个字叫什么？我不能讲啊。全部上街头去抗议，造成全美的暴动。所以做上帝不简单吧？做上帝从这里知道，除了不简单，更多的是他知道什么才是对你好，对我们，对这块土地，对未来。和他心意的大计划是拯救的计划是好的，因为他就是爱。耶和华说：“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就是我所想的，不是你们想的。我的道路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是高过你们的意念。所以，上帝国度的意念跟道路是跟我们这地上是不一样。那我们怎么样来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合神心意呢？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，透过祷告我们来对焦，透过祷告我们更认识这一位我们祷告对象的主，我们就可以越有力气，我们祷告就会越持久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祷告有神的同在，我们不是喃喃自语，我们不是自我喊话，我们不是情绪疏解而已。情绪疏解有很多方式啊，游泳也可以啊，运动也可以，买东西狂买也可以，只是浪费钱而已，荷包变小。不是只有疏解，这一位神，你到他面前祷告，你更知道你祷告是有力量去走一条道路是适合的道路。那我们要讲，那我要开始要祷告，我要怎么祷告呢？在这里讲，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先说：愿你的名被尊为圣。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这个很奇怪。
前面是3个愿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，那个Happy Birthday 的时候，你们都说要许3个愿望。好，前2个要讲，最后1个不要讲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前面2个都讲什么？国泰民安啊，主啊，这讲就好。你们真的这样希望吗？是，你们希望国泰民安，对。但是你的行动有跟国泰民安一样吗？什么叫做国泰民安？你只有嘴巴讲愿，你的行动有对准吗？愿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，很好，拍拍手。但是你的生活中，你没有随着这个愿聚焦你的行动，你总是让你爸爸气到血压230、250，有没有中风？所以你这个愿不是哦，你这个愿只是随便说说。亲爱的大家，祷告不是随便说说，我说过，祷告是这么真实。祷告是你跟神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跟你一起祷告，它是近身的。祷告就危险，但是危险越高，那个保险在神那边，我的利润就越大。如果用投资学来讲，你祷告了，你必须把你自己放在那个愿的下面，你必须对准在你这个愿。所以，当我祷告说，我在天上的父啊，我进入一种状态，是你不知道的身份地位。你就是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，你在祷告第一个祈求或者是愿的时候，传道要更多的说，你要甘愿，不是随便说说而已。怎么样甘愿？愿神你的名被尊为圣。这里为什么不是说愿你被尊为圣？我想很久，我想了50年。传道也常常在想，传道就是很脑筋很奇怪的人，我就会想很多事情，我就不服气。但感谢神，神知道我。为什么不是神？为什么不是你被尊为圣，而要是你的名呢？哎呀，原来我去读了神学院，再三研究就知道，在中东，在耶稣那个时代，一个人的名字代表什么？代表他的属性，就是代表他的本性，代表什么？像这里王英俊，什么美丽，还有韩语的，就代表怎样？他的样子。所以我们人华人也一样，取的名字很重要。传道的名字叫什么？应验。因是什么？跟上帝的话应验一样。可是我的名字是谁取的？很妙啊！我妈妈，我爸爸是独子，我的妈妈是等于说只有就是被期待一定要生儿子。你们知道，传道有讲过，所以生了我哥哥以后，我妈妈就觉得他已经60分啦，可以怎样躺着生了？不是，是可以不要紧张，好，可以放轻松。结果他放轻松以后，第2个生什么？女儿，第3个又生女儿，第4个又生女儿，生到什么？哭啊，真的躺着哭。生到我的时候，我哥哥叫做刘宽亮，就是给当时候在北部最有名的算命师。那时候就在那个算命师就在桃园。以前交通很不方便，所以我的阿嬷是要怎样坐那个人家骑的那个3轮车，包到这里给他算命。我哥哥的名字叫刘宽亮。那第2个女生不用叫算命的取了。不用啦，女生不用啦，女生不用。为什么只有我需要？因为他去找那个算命的算账，那个兵招牌，你搞什么？你是全北部最有名的算命师，结果你给我取了一个我儿子的名字叫什么？宽宏大量啊！儿子都被别人生走了，所以我一直生什么？女儿。
哎呀，这个算命的说拍谁啦，无安尼，我跟你讲，你这宽宏大量就是怎样哦，他有一套的说辞。我跟你讲，我就知道这个你一定会再来找我，所以我已经预备好一个名字了。这个名字叫什么？应验，就是现在你所看到这个名字，刘应验，而且它的笔画是古字的那个验。为什么我这羊台语是啥？鸭羊嘛，哈。它意思就是说，把生女儿的这个命运怎样，把它结束，好，不要再有了。接下来就要生儿子，但没想到传道还不会学走路，因为怎样？那时候流行小麻痹，你们知道我的故事吗？哈，就大家哇，那时候预防针都是要自付的，就那个山下，在现在圆山的保龄球馆那个山下，全部的人都就揪团，那时候就有揪团了啊，揪一揪，打这种针的人要20个人，我们就收钱啊，20个人20个一起去打，我们家就要决定谁去打，因为我年纪最小，最容易被感染。所以好，就让我去打。我阿妈就很生气，我妈说什么？应该好给儿子去打，怎么会给女儿去打？因为我阿妈是重男轻女，因为那时候打预防针要钱，我妈妈就不行，一定要给最小女儿，因为她最容易被感染。于是就偷偷抱我去打，我哥哥没有去打。非常的生气，气了3天，到第3天才消。为什么第3天才气消？因为第3天每一家都有人在哭，每一家去打这一桶针的人，那一家人都在哭，因为每一家都发烧，而且是去打这一桶针的人发烧。他到第3天发现是我发烧，是我被我妈妈偷偷抱去打针，不是我哥哥。终于才，哎呦，上帝有美好的旨意呀！亲爱的大家，我的名字这样来。我要说，等一下我们会为什么要说这个例子？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说到。我还不会走路，我没有走一天正常的路，没有走一天好好走一步路，这是神给我的命定。我先讲到这里，因为等一下继续，因为不是我选择的，就是这样。请问你要跟谁哭？有用吗？所以我的名字这样来。我阿嬷去跟这个算命的说：“你为什么给我的这个孙女取这个名字？”伊讲：“哎呦，你唔知，你这个招孙吼命不好，命不好，你听懂吗？所以呢，取这么好的名字，你看应验，哇，超美丽的，命有多好就有多好。可是呢，他命没有这么好，怎么办呢？只好折断一只脚。哇，讲的也是听起来有道理，是吧？啊，没道理，好吧？好，所以名字很重要。因着台湾人也对名字有一些期待，那上面的名字更是哦。我们看到这边，耶和华尼西代表的是什么？耶和华是一个什么？如果你怎样，如果你生病，你需要哪一句话？呼喊谁的名？啊？你需要呼喊谁的名？如果你有所缺，你需要喊谁的名？你说哇，我不知道我谁要为我预备呢？我好像不够用了，我恩典不够用。你要呼喊谁的名？神的名，神有很多的名，代表不同的属性。如果你不平安，你要呼喊谁的名？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才是神的同在，你要呼喊什么名？这些都是神的名。当你呼喊的时候，你就进入一种的状态跟盼望，你就越来越有盼望。我们刚开始祷告就愿主你的名被尊为圣的名字，这个圣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，圣就是圣洁，神是圣洁被高举的，坐在宝座上的。所以我们等一下所求的都是以这个为最高原则，
下面什么？愿你的国降临。你的法则也是以什么为主？主，你的名要被尊为圣。我所做的事情，我什么都可做，但是我做的事情都要以什么？你的名被尊为圣。所以这我不是喊讲而已，而是我要甘愿。我这个人，我所做的决定，我祷告的，我有没有甘愿服在这样子的主的名下？说主，我所做所为所思所想，不让你的名字被屈辱，不让你的名字不得光彩。也就是我们说的，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有没有荣耀上帝的名？所以我们以后所求的都是对着这个，就是愿你的名被尊为圣。我们的祷告最后会讲什么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所以名是代表着你这个人的属性，名代表你这个人，是这位神他的属性。每一次我们呼喊他的时候，每一次我们做任何事情，说主，我不要让你的名被羞辱，我不要让你的名，我要让你的名，人人看到你的名都会说，这位神属神的儿女是好的，是能够容神，可以帮助人的。愿你的国降临呢？我们除了甘愿要在说啊，我做的决定都要让神你的名得荣耀之外，我所做的决定要用什么标准呢？国度，我们常常讲，国度有关什么？主权，对不对？现在就在争嘛，法律嘛，是不是？我们这有读法律系，你的国的法律条文，你国的规格是怎么样规格？我不知道你每次做决定的时候，你都用什么标准、规则、什么样的信念来决定、做决定。那愿你的国，就愿主你神的国的规格、法律、法度，都成为我每次判断的标准。330福茂，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那边，当然外面也有，或者是反，都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。但我们每一次要祷告的时候，说主啊，我真的可能不明白，但我只知道主你的公义，你是信实。我按照你的规则，我来甘愿。主，你的国度应该是怎么样？应该怎么样来判断？应该怎么样子来决定？我用你的方式来判断，用你的方式来降临在我这个人。我这个人按照你的这个规则，我就能够回应到第一个愿什么？你的名可以尊为圣。所以我们愿神的国降临在我这个人，在我所到的地方。愿主你的国来降临，因为神再一次说，你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，凡是你所要的都会加添给你。所以我们先祷告的时候，先聚焦准一点，好不好？刚刚我们唱诗歌里面，我们祷告的时候站在这个对焦准，那么我们祷告就更清楚说，主必听见我们。那如果没有听见，神会用什么方法呢？我们接下来我们会来讲。好。所以我们看到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规则，在台湾就很多了。有的人是我记得台湾族是母系社会，好，那有一些是父系社会。像上海人，这个先生太太呢，我的亲戚他娶了一个上海的女孩子，好，他就是这个买菜的时候，先生在后面小跑步伺候着，女孩子在前面，因为他们有一点母系的这个为头。那你是以什么为标准呢？我们是以神的规则规矩以神的这个价值观为我们的准则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荣耀神的名。你先荣耀神的名，神说所有的一切都要给你，而且这个是甘愿的哦，不是嘴巴随便说说而已。愿，你没有对准，你没有甘愿，跟你都没有关系。好，我们这更多的是说，来，我愿你的旨意行在这地上，如同实现在天上。怎么讲呢？神的旨意，我们都希望我们都能够
所做的可以合神的心意，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旨意是可以对准神，我们可以荣耀神，可以让神的国度再降临在这个地方。前面2个是客观的，神啊，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愿，神的国度就不会来吗？你们觉得呢？是不是会因为我们没有求，神的国度不会来？不是哦，而是我们求了，我们就容易对焦，我们就容易甘愿不在这样子的法则，甘愿我们去做的可以合神的旨意，而且能够合神的心意。那你会说，传道，那请问一下，什么叫做旨意呀？神的旨意，你们有没有疑惑过？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刚刚传道有讲，神的旨意其实有几个面向。第一个就所谓的命定，神已经命定他要成就的事情。像传道不是自己求的，不是自己要的，也不是因为我做错什么事情，更不是我的父母做错什么事情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就少了麻痹。那么，如果圣经说我们是一出戏，很抱歉，我的角色就是什么？我就是可以拿残障手册的，怎么样？你没有啊，不然你打断脚啊。我有残障手册，我每次去看展览的时候，我就是免费。我坐高铁的时候，我就是办票，跟我来帮我拿皮包的也可以办票。但是我要说，我虽然命定神给我视小麻痹，我是不是我就放弃呢？我就放弃我自己，说哎呦，每天哭啊，每天我不好好走路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最痛苦就是什么？我要穿铁鞋。我在国小之前3年级以前，我要穿铁鞋，那铁鞋超重。每次我哥哥他们背我，那个铁鞋比我的身体还重。为什么？不要让我的身体弯曲。所以我哥哥背我很重，我很气他的时候，我要叫他往东，他往西。我有个什么好办法？我就用我的脚踢他，错，因为我就是因为脚没力气，怎么踢人？所以我怎样？用2只手拔起来，就用我的脚够你。我的命定跟我的旨意，我这样做是错的。我有自由意志说我不应该这样对我的哥哥，这样了解吗？命定就是这个大方向。我知道我就是小麻痹，我一生我就是要用这样子过我的一生。我的脚本已经定了，我的角色就是这样。拍谁？我今天我就是公主啦，你怎样啊？你就是女仆啊，你就是人家的这个没有人要的啊。但是你虽然有这个角色，但你可以把它活得很好，你可以活出神的旨意。那神给我们自由意志，我也可以乱发脾气。传道以前就是乱发脾气，然后都气起来都不讲话。没有气起来不讲话，只是气起来会更是惊人。但是神给你自由意志，所以在这个我们的旨意当中，我们有看到神所命定的旨意，这个方向你愿不愿意顺服？那你可不可以持续的好好努力运动？像传道现在虽然知道我的脚不好，但是我还是定义我要好好的运动，因为我怕它恶不小麻痹。所以神给我什么？神给我自由意志，我要选择，我就选择我要好好运动。虽然不会因为运动我的脚就好起来，但是我可以因为运动，我的脚不会2度小麻痹。这就是神的命定，神的命令，神的命令我要好好的去活出我命定该有的样式。所以有你该努力的，也有你没有办法努力，你就只好接受。像我就是只好接受不想麻痹。我不知道你的生命中有哪一些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。纵使给你去努力，像我再怎么努力，我还是脚没有办法好。那你愿不愿意努力？你再怎么努力，拍谁？你的女朋友就是不回来，她就是嫁给别人了，你怎么样？有些事情，随着麦克阿瑟因着这一段话，他也为他的儿子祷告。哪些事情
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，我们就顺服，因为神已经定了命定。那你在这个命定有限当中，你好好活出神要你好好活出的样式。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的讲道会持续来讲到说，我们结局已定了，我们还有盼望吗？我们还有盼望吗？如果没有，那我怎么继续下去？如果有，我会怎么样子来活出神给我的精彩呢？神都要在这当中给我们力量。所以我们每一次常常透过每次在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都用这些来查验什么是合神的这个诫命。传道有一个个案已经辅导好几年了，他们结婚以后大概4年以后，4年前都很恩爱，4年之后就开始很奇怪，他们就有4年都没有同房过，所以就等于有8年。我介入的时候是这样，后来我介入之后，现在又经过了快5年，很奇怪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只因为这个他的先生说，我认识现在这一个女孩子太晚认识她，所以我要跟你离婚，我不再跟你同房。这样有没有合神的心意呢？诫命。我从祷告中，我发现上帝要我来拯救这个女孩子，这个就是不合神的什么诫命？因为神明明告诉我们，他不喜悦离婚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很容易这个来讲诫命。那你会说哦，传道诫命哦，几十条、几百条、几千条，我怎么样子去遵行？到新约的时候，耶稣告诉我们，总归只有几条：爱神，爱人。好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对我们有益处？就像传道讲，你抽烟，我有个个案很有趣，他台大这个经济系的，他一天到晚去哪里？他一天到晚去那个pub，他还怎样？他还是这个很虔诚的基督徒。我问他说什么原因啊？我好怕，你是什么原因你会去那边？他说呢，我要去那边拯救那里的灵魂。主啊，怜悯他，他不知道他所做的事有没有益处，好不好？是不是会被辖制？有太多的事情可以辖制你，什么可以辖制我们？看圣经也可以辖制我们，是这样吗？如果你不是在正确的事情上，你就只看到它的字义、表面的意思，你就用这个来论断人，你不是看它后面背后真正的意思。拜托你信错的话更危险。好不好？所以你需要来聚会，你需要很清楚的知道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查验神的这个你所要决定这个事情，你这么做会不会被辖制？就是被限制，就不自由。神的定义是要祝福我们，使我们是成为自由的人，是不是能够造就人？从这里来评量，是不是有主的榜样？主要我们是能够成为一个怎样舍己的人。所以你每一次决定都是为别人而活，是不是？阿们。那么你就没有真正的读懂上帝的话。不是你每一次你的价值是因为帮助人，所以我活着才有意义，因为上帝就是这样牺牲自己。不是神尊重每一个人都有能力。所以你不要为别人决定，好吗？你好不好在神的面前说，主，既然他已经成年人，我尊重他。如果你的父母已经是成年人，我拜托你不必要，你要孝敬父母没有错，但是你不必要把你父母的权利拉来，都我来，结果把你的爸爸妈妈的能力漠视。他有能力，特别是传道的个案，如果是酒瘾的或毒瘾的，你要帮助是他站立起来的能力，不是我就是要牺牲我自己。舍己不是用在这里，舍己是主，我愿意听见你是不是造就人，是不是造就我父母的生命？如果是，我才这样做。你的价值绝对不会因为
神看你是宝贵，不会因为你一定要帮助人，你一定要和好，不能有冲突，或者是你一定要怎么样，不是。你要更多说主，你原来创造我是怎么样，主，我就恢复那个美好。我们更多的是能够将这些荣耀天赋，就像第一愿我讲，第一愿是最高原则，愿主你的名被尊为圣。人在我们身上看我们的作为，人就说啊，因为你是耶稣基督的儿女，所以你有这样的作为，所以我们就荣耀神，帮能够有益人。所以愿你的旨意来讲，我们简单来讲，上帝命定我们要经历的事情，你愿意去顺服吗？所以不是随便说这样就顺服。我们有智慧，不是说随便抽签。神给我们智慧，这是从神来的。好，那传道要特别讲，这一次我们在330这个服贸这件事情上，我们既然这是我们这块土地的事情，我们需要立法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民主已经走到这样的地步。那么这是神赐给我们命定，我们要去完成。那么恳求神给我们智慧跟勇气，恳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愿主你的名为圣，愿主你的国能够降临。你的国应该是怎么样？是有公义，是有爱的，不是不是某一些人被压榨，某一些人在夹缝中都很难生存的，这不是神的心意。那么我是不是甘愿？我是不是甘愿去做一些事情？这是第二个。上帝是不是命令我们去做一些事？那么你愿不愿意去？这里有自由意志哦。你愿意，那你有份；你不愿意，抱歉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我们都是属天属神的一群中国奥运的运动选手。如果神邀请你在他命定的事情上面，他邀请你命令你去行出爱神爱人，有你的行动力的时候，如果你说 yes， 那么这个奥运你有份得奖，因为你行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让人都能够尊神的名为圣。我们如果每天先这样子来祷告，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面前，神来掌权，我们主权交给神，我们就能够找回神真正属于给我们真实的本质。你怕遇见你自己真实的你吗？传道要邀请你，真实的你是神所创造的那个极美好。因为我们常常用这样子来祷告，我们会遇见真实的自己，跟遇见那位爱你的天父。我们行在这地上，我们真的可以越来越有盼望，纵使我们的结局都已经定了。我们的结局是什么？我们的结局是什么？下个礼拜我们讲到就会讲到这个。我的儿子从国小就说，他去问遍所有的人。5年级，他只告诉我说：“妈妈，我现在要摆烂。”说什么原因？我去问过所有人，我们最后的就是2个字啊，那2个字是什么？等死啊！他讲的没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，但是不是真理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有这个疑问，下个礼拜你一定要来，神要给你盼望。如果你的朋友有这样的疑问，下个礼拜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给我们那个结局已定的盼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谢谢你。